嘢特朗普會做嘅嘢俾大家聽。呢一次咧，我上集講咗啦，就特朗普會離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埋聯合國嘅。OK， 呢兩個組織咧，美國特朗普咧係會離開呢兩個組織，去做更加大驚天動地的東西。嗱，咁咧就佢發覺咧，佢啲盟友咧就越嚟越唔爭氣啦。佢打完咧伊朗，發覺冇人幫佢，即係成個北約裏頭冇人睬佢。西班牙又唔俾佢過領空，法國又唔俾，意大利又唔俾，個個國家都唔睬美國。咁咧佢咧就開始咧就鋸低佢啲盟友啦。打唔到啲敵人之後咧，就佢啲盟友咧就鋸低佢啦。咁咧佢要做呢樣嘢之前咧，一定做兩樣嘢。佢會離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埋聯合國，等佢咧就冇任何國際嘅掣肘去進行侵略嘅行動，而咧佢侵略嘅行動咧，除咗喺敵人之後，係佢自己啲盟友都打埋佢。聯合國咧已經去到一個 ending 嘅 stage 啦。咁聯合國咧會喺因為美國會退出聯合國，而 eventually 聯合國咧亦都會崩潰。我哋咧就因為咧第三次世界大戰，聯合國咧已經冇辦法去再有作為啦。咁咧聯合國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個安全理事會。安全理事會，佢安全理事會咧就喺New York 嘅，即係喺紐約市嘅。咁咧就紐約嘅。喺紐約市。Hello， 喺紐約市裏頭嘅。咁呢個咧就係安全理事會嘅內部啦。咁安全理事會咧有5個聯合國常任嘅理事國啦，中英美蘇法啦，美國啦、俄羅斯啦、法國啦、中國啦同英國嘅，仲有10個咧 non-permanent member 安嚟即係入即係為期一段時間嘅。咁呢10個 non-permanent member 咧就全部咧都係隔住嚟輪住入嘅。咁咧就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咧係有否決權嘅。咁咧佢哋咧主要嚟講係制衡大家國際，唔會有即係亂嚟嘅事情發生。咁特朗普嘅 American First Policy 咧就 overturn 晒所有嘅 United Nations 同所有國家嘅 interest 啦。咁咧就佢咧就決定咧要 invade 其他國家，佢就決定咧就 withdraw 呢個聯合國嘅。咁咧就聯合國咧亦都因為美國退出咧而陷呢個世界嘅安全危機就出現咗啦。OK， 咁咧聯合國咧會去到第三次世界大戰咧中期咧就瓦解晒啦，完全咧聯合國咧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嘅國際聯盟咁，同一時間咧喺第三次世界大戰瓦解啦。咁咧就全世界亂到一塌糟啦，因為咧聯合國咧已經冇辦法咧去做咧呢個維護世界和平啦。
好啦，跟住咧聯合國咧就咧係呢特朗普一個重要嘅棋咧，去咧將呢個去建立呢個大美帝國啦。大美帝國咧個版圖咧由北面由加拿大至到阿根廷為止，全個南北美洲咧都要入呢個大美帝國裏頭，做佢個附庸國啦，或者佢直屬嘅省份啦。跟住咧，特朗普咧係會離開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佢主要嘅作動咧就係再進攻呢個格陵蘭同埋咧呢個加拿大鋪路啦。咁咧就佢又 Make American First Again 啦。跟住咧就發覺咧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又唔幫手，又唔幫手去聽佢指，亦都咧唔加高佢軍費啦。咁有得去死啦！咁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美國咧係會離開嘅。咁咧離開咗之後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咧就碎片化，會有內戰啦，又亂晒龍啦 ，eventually 咧就會俾俄羅斯毀滅咗㗎。OK， 咁呢兩度咧我就講完啦。好啦。最嬲尾咧，我講過加拿大啦。當咧特朗普離開咗聯合國同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後咧，佢就會兵分幾路咧，食咗格陵蘭，跟住咧就開始咧就將咧呢個加拿大咧納入為佢嘅大美帝國裏頭啦。咁咧加拿大咧就會同美國咧打 border war 咧。同埋呢個游擊戰啦，就打到一撇屎啦。咁咧，加拿大同埋美國就會打仗啦。咁咧，佢咧就會目的咧就將加拿大、美國同咧變成一個大美帝國，包括埋南美洲。佢要加拿大咧，主要咧就係呢個 Alberta 省裏頭嘅石油啦，因為加拿大咧擁有全世界數一數二嘅 oil reserve 嘅，咁咧佢為咗加拿大嘅石油咧係要霸咗加拿大石油，同埋咧去維護呢個石油美元嘅霸權。嗱，加拿大嘅石油咧就全部咧都喺British Columbia 嘅 East 啦，即係呢個 Alberta 省裏頭。全部咧好大量嘅重油同埋油沙喺裏頭嘅，咁咧佢仲要咧加拿大嘅水嘅資源啦，咁咧就 eventually 咧美國咧就會徵兵啦，跟住咧就會打加拿大啦，會徵兵去全世界，會收集佢嘅兵力咧去打加拿大。咁咧就加拿大咧同美國咧，大家咧就開始互劈啦。咁咧加拿大咧係 eventually 俾美國嚼咗嘅，咁會搞到一撇屎啦。咁呢度咧就加拿大 eventually 咧會變咗 part of 美國。食完加拿大同埋南美洲之後咧，下一個目標就係澳洲啦。佢會食澳洲嘅。咁咧就會但係應該食唔到，未食澳洲之前咧，特朗普已經俾人暗殺死咗㗎啦。OK， 咁咧就因為呢一次咧11月大選咧，佢就唔玩啦，跟住咧又食加拿大，又打聯合，又退出聯合國，又打加拿大，搞到咧民主黨同共和黨咧勢成水火咧，就開片啦，美國嘅內戰開始啦。主要嚟講咧，就係咧民主黨同埋共和黨NICA 裏頭嘅開片啦，大家真係頂唔順大家，結果咧美國就分裂啦。美國咧就特朗普會招好多兵咧，就去剿滅咧呢個共和黨嘅成員啦。
咁咧就全個美國咧陷入災難同內戰啦。咁啊呢個係 after 美國個金融海嘯之後啦，咁啊大家互劈啊，咁美國咧就分裂啦，咁美國咧就會打美國嘅第二次內戰啦，咁咧就銀同埋金咧就發咗癲啦，呢個咧就大家咧會見到咧一啲匪夷所思嘅金價同銀價咧就會喺呢一段時間會出現啦。咁咧就打完美國第二次內戰之後冇幾耐咧就打美國第三次內戰啦。咁美金咧就會一劈屎咁出現啦。咁我唔講呢啲啦。咁美國咧 eventually break down to 去5個國家嘅 The Republic of California 啦、Republic of Texas 啦、同埋 New Republic of New England 啦，同埋呢啲好細嘅國家唔使理啦，佢哋大家咧會喺大家內戰咧，大家你殺我殺你，殺到一劈屎㗎啦。好啦，我哋 Q&A 先，跟住有時間我哋就講埋中東嘅語言啦，好唔好？我哋 Q&A 先，跟住先講中東語言啦。而家 Q&A 啊 ？Q&A 啊？而家 Q&A 啊？好，咁早作特咩喎？好 Q&A， 我睇下群組有冇先。大家有冇喺群組寫啊？我群組就冇啊嘛，上次群組寫咗好多。群組都冇整。哦，太好啦 ，OK 好。群組。我不今次由下邊開始翻，因為頭先我哋上邊開始 ，OK。好啊。好啊，佢話好有興趣聽呢個中東語言，咁呢個係咪下一次講啊？呢個？我哋講完呢度再講中東語言啦，因為講完中東語言咧，我唔講得太多，中東語言太恐怖，唔講得咁多。好啦，有人亦用英文問啊，大家咧唔該咧，雖然我啲英文都好唔錯啊，但係你最好中文就中文，英文就英文，有啲係用中文，有啲係用英文。佢話 Which period happened second U.S. Civil Wars 2027，即係話呢個美國嘅第二次呢個 Civil Wars 係咪啊？內戰啊？佢喺2027年開始㗎啦。好，2027年開始答咗啦。咁另外一位 T.T 啊，佢話。請問當白銀價格去到好貴嘅時候，喺工業用途上邊又無利可圖嘅時候，人哋會唔會想盡人們啊會唔會想盡辦法用呢個替代品去代替呢個白銀呢？好難替代白銀啊！但白銀咧導電性能同埋傳熱性係最高嘅金屬嚟㗎。即係好似石油咁，你揾咩代替石油咧？豉油。係有嘅，但係咧就唔 efficient 咯。你可以用銅嘅去代替白銀嘅都可以嘅，但係導電性同埋爭唔得，所以 that's why 佢即係好多個行業都係用銀嘅。好啦，佢話請問 Vincent， 以上所有未來發生的事件，是否七姊妹星人是到未來觀察得到的結果？Yes. 由第3次世界大戰後，是否中國仍然能穩定幸存及主導未來的國家？謝謝。嗱，第一樣嘢，中國咧喺第3次世界大戰係受好大影響嘅。OK，我唔講得太多俾大家聽，但係咧中國係 survive 到，但係咧受重創。OK。呢個 HB 又寫英文啊嚇。He would like to know our saving in the bank able to switch to a new digital currency later on if fiat collapse。佢就話：如果我哋擺喺銀行嘅存款，可唔可以轉做新嘅呢個 digital 係咩啊？數字貨幣係嘛？digital 當個 fiat currency collapse 咗之後，全部銀行啲錢會一夜之間變晒數碼貨幣。OK，咁大家可以儲定啲錢攞嚟做呢個紀念啦嚇。
我哋有新呢個問咗啦，我哋有新能源代替石油，將來會唔會有新嘅礦物？我答咗未㗎呢條？我唔記得咗。會唔會有新嘅礦物代替銀喺工業生產嘅地位咧？姐姐，呢個同頭先嗰條問題一樣。咁石油有冇嘢代替啊？都冇㗎嗬。有，就係第時冇用石油㗎啦，不過新嘅電未出啫嘛。好耐以後嘅事啦。係，都唔係好耐㗎啦。2030年、40年已經出晒㗎啦，因為冇晒石油。就有新能源。嚇！好啦，佢話如果過咗第二次 digital currency 之後，到時可否移民？唔同國家嘅貨幣制度會唔會難阻到移民？呢樣嘢答唔到你喎。大家可唔可以問一啲近少少嘅問題咧？唔好遠得咁交關好喎。阿 Peter 嚇，好啦，又係呢個 HP，又係寫英文。Is that possible?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ll set stagnant price agreements for silver in order every countries able to buy silver. No. 係啦，咁啊中文咧大概就話有冇可能咧，所有嘅國家咧，呢個世界上所有國家咧，都會係 set 咗一個價錢咧，就係即係銀係嗰個價錢，一個同意咁樣樣嚇。我唔係好知佢講咩。係唔會嘅。In all，OK， 以至所有國家所有都可以買到銀 OK。好啦，阿 Charles 丁啊，請問 Vincent 以上所有呢個答咗啦，做咩先？好啦 ，TT， 又答咗呢個。好啦，佢話 Anthony 話問啊請問銀價何時會升上$1000？我先講咗啦。哦，講咗啦。好啦，佢話美元阿 Sharon Wong 嘅，佢話阿 Vincent 老師，美金幾時死？我份美金保險蝕緊錢，美金可否捱多1-2年？捱唔到，應該捱唔到，應該捱唔到。好啦，阿 PC 咧就係、I have 2 questions in WhatsApp。喂，大佬啊，你喺度寫埋啦，大家唔好咧，呢度有 chat room 又寫啦，跟住 WhatsApp 又寫，做死人㗎會。唔該睇啊，Vincent 老師，我唔睇啊！如果你大家要打嘅咧，打晒落 chat room 嗰度啦，你唔好呢邊打啲，嗰度打啲，一啲係寫中文，啲係寫英文咁樣，OK？好啦，去 Vincent 老師，你所提過的預言，如擊打加拿大、美國第2、3次內戰等大概的時間性嗎？當我唔可以俾個時間你，但係當美國咧離開呢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後就發生㗎啦。而家咪離開咗咯？未嚟緊。北大西洋就唔係 NATO 啊？呢圖係啊，呢圖啊。唔係離開咗咩？佢講話 Flatton 要離開，未離開。未曾正式離開嘅。啊、好啦，阿 Bear 就問啦，佢話請問如果石油轉用人民幣交易，人民幣會否上升？人民幣會否上升嗎？當然啦，梗係會啦。好，下一個啦。我 Ivan 啊，佢話以前嘅舊1毫子、2毫子和舊嘅10蚊和各種舊紙幣是否還有投資價值，定係貴？因為沒有用途。所有嘅紙幣咧冇用嘅，雖然係有投資價值，但係咧唔大嘅，好似郵票都唔值錢。好啦，阿 Daisy 就問啦，佢話請問美國何時打澳洲？食完加拿大先打澳洲，但係應該打唔到啦，應該打到內戰嘅啦，做唔到呢件事。好，阿 Anthony 又問啦，佢話請問未來有沒有一個？咦，去邊啊？有沒有一個現況銀價的報價平台取代 COMEX 的紙銀報價，以反映現實的銀價？會係好fragment 嘅，每個國家有自己價。你只係紙銀定係實銀啊？實銀。每個國家嘅實銀價都唔同啊？係。
咁有趣，咁咪可以賣嚟賣去賺差額咯。如果你好啦行如果你去到嘅話，好啦，阿心靈問啊嚇，請問會否有核武戰爭？我們可否用集體意念改或者 shift 呢一個 timeline？一定有核戰，但係咧冇得改㗎啦。OK 好 ，Daisy，佢話：請問在英國的子女應何時回港？回時嚟講啊，應該係呢2年內要走㗎啦。哦，OK，好啦，阿卡問啊嚇，佢話剛才老師提到個股市會死前大升，時間大概是今年年尾，要計劃走貨逃生，謝謝。可以5、6月都可能5、6月捱唔到太耐㗎啦，都係呢幾個月。嗱，呢個俾參考嘅咋，大家自己對自己錢法負責任啊！如果你走得太早，然後跟住你哋蝕咗錢嘅話，唔好賴我哋啊！呢啲錢係要自己負責任㗎嚇。好啦，阿 Peter 問啦，佢話未來機械人會不會大量生產取代藍領工作？另外，機械人會不會都需要白銀來製造？機械人係要白銀製造嘅，同所有嘅 AI 一樣。因為呢次嘅金融海嘯同埋呢次個全世界通脹咧，好多企業咧用 AI 去 replace 人咧，造成大量嘅失業。但係咧就機械人咧 replace 去撳低個成本。OK， 咁咧就好多行業嘅人咧，無論係白領同藍領咧，都會咧被裁員，因為俾 AI 嚟裁員嘅。Robot 同 AI 去裁員，而搞到咧全世界樓價係下滑落嚟啊！你唔好諗住啲房屋係會升，因為當今次嘅金融海嘯出嚟之後咧，即係嗰個原油危機出嚟咧，好多國家同埋好多企業咧用大量嘅 AI 去 replace 人力，咁搞到好多人失業，好多人供唔起樓，而啲樓價係會一路咁上落嚟。全世界啊！咁如果我哋銀紙多嗰啲人睺佢啲樓價低啲嘅話，買翻間屋仔俾自己過路都得嘅啫。係咁啊得，但係咧因為 AI 呢個問題咧，搞到好多人供唔起樓。然後再喺個出邊整一個菜地咁樣，自己種埋菜咁樣，然後養啲雞咁咪可以再學埋整蠟燭咁樣得啦啩？得嘅。總之盡量自給自足啦。OK， 好，下一條問題啦。阿 PC 問啊嚇，第一，請問美元和港元脫歐後，港元價值會上升還是下跌？然後人民幣 OK， 你答啦。呢個係金管局裏頭嘅嘢係會脫歐嘅，但脫咗歐之後點樣比率咧就冇人知。好啦，然後人民幣和港元會否掛上鈎？咁啊，可能連港銀都冇，淨係用人民幣㗎。咩啊？聽唔到。可以港銀都冇，淨係變晒人民幣㗎。OK，有機，你應該有機會㗎。嗱，我聽過咧，以前我個股票老師講咧就話係會㗎，港紙同美金會脫鈎嘅。然後跟住港紙會同人民幣掛鈎嘅。咁但係我聽到佢已經係10幾20年前嘅事啦，咁都仲未曾發生啊呢樣嘢啊。好，第二條問題都係 PC 問嘅，佢話：請問美債爆煲前後，我將股票戶口裏的美元退換成瑞郎，即係瑞士法郎或者澳元，是否比較安全？還是貨幣都唔安全？還是換什麼貨幣都是無補於事。個美金爆煲咧，佢哋咧會全世界咧個 currency reset 嘅。咁我下一堂會講咧，你哋會呢個世界會經過幾鑊嘅 currency reset。咁唯一咧喺 currency reset 嘅中途咧就係黃金版嘅啫。其實我哋講咗好多次㗎啦，而家咧喺末世時期咧，大家嘅救命方法就係買金買銀或者買銀買金，但係大家經常係用啲唔同嘅方法嚟再問翻呢個問題，個答案都係一樣嘅。好啦，下一個問題啦，阿 Brian 亮問佢話：請問特朗普如果繼續打仗，中期選舉今年年底一定輸嗎？咁樣繼續打仗，股市都會大跌。特朗普咁注重和怕股市大跌？係啦。係咩？邊個喺度講嘢啊？
OK 好。第一樣咧，特朗普會唔會有中期選舉都成問題？我諗而家真係好多人都想佢死嘅。你覺得特朗普連法庭啊、上議院、下議院都唔理，你覺得會唔會搞中期選舉嚟佢輸緊？一係咧就做馬咯。我覺得佢會俾人暗殺咯，而家搞到咁樣樣。好，跟住咧下一個問題啦。呢個人係冇名嘅。佢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後，還會有第四次、第五次嗎？我們會否見到？第四次世界大戰咧會喺2065年發生嘅。OK， 第五次世界大戰咧就係咧地球同火星嘅獨立戰爭。哦，呢個我聽過，呢個我40年前聽過有個人咁講，地球會同外星打仗。好啦，下一條問題。唔係，地球會同喺火星住嘅地球人打仗，係位於咧火星嘅獨立戰爭。唉，已經去到嗰度都仲要翻嚟打仗，搞錯。好啊 ，MC 問可以再確定白銀1000大約時間？我哋俾唔到時間你，會喺美國嘅金融海嘯同美國嘅內戰左右會發生，都唔係好遠嘅事。呢個 timing 咧，真係只有神知道啊！但係我覺得大家可以睇一睇嗰本咧，邊個 Michael Mahoney 嗰本咧，富爸爸窮爸爸之貴金屬嗰個咧，嗰本佢係呢啲事咧，有機會係突然間嚟嘅。突然間嚟咧，突然間係即係好似嗰時就係我哋咪初1月份嗰陣咧，啲銀價咧咪由呢個80幾蚊突然間狂升上去120嘅。我嗰時好驚，以為嗰個 moment 就係嘅，但係原來唔係，咁又跌翻落嚟啦。但係佢會突然間嚟嘅，你無跡可尋㗎。所以大家講咗好多次，大家有錢咧你就買定銀啦，買到就買啦，好難買㗎啦。而家好多時買嗰啲都係啲即係啲舊銀啊、二手銀啊，跟住係有瑕疵咁嗰啲。所以大家唔好再問啦，有買到銀就買銀，買唔到銀就買金。OK， 保命。下一個問題啦，阿 Sharon Wong 啊，佢話 Vincent 老師，有人說港元比美金安全，因為有聯繫匯率保護，我不明白，老師可以解釋一下嗎？謝謝。佢再講一次，我聽唔到。佢話有人話港元咧比美金安全，因為有聯繫呢個匯率保護。佢話我唔明白啦，老師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所有 fiat money 都係唔安全嘅，包括港銀在內。咁啊，美金OK 好，突然間以為自己係嘉賓添。好啦，阿 Mimi 又問 OK， 阿 Vincent， 假如想知道，假如手持實金實銀，想知道貴金屬入境 New Zealand 有冇限制？我諗你問 ChatGPT 佢會話俾你聽。係啊，但其實大家咧呢啲大陸有好多問題，你可以問 ChatGPT 嘅 OK。不過你既然問就照問下你啦。好啦，有個 CY 先就問啦，佢話請問美國工作的子女該何時回港？當你發覺今年11月亂晒龍開始美國內戰就要走㗎啦。咁會唔會淨係譬如佢去內戰嘅地方，譬如加州啊嗰啲，或者 Texas 或者咩其他嗰啲都仲係安全㗎？都好亂㗎，全個美國亂晒龍。好啊，好啦，阿 iPhone 唔知幾個問啊，佢話請問未來最近我們的金融海嘯是幾時？頭先講咗咯，當個石油美元一爆起上嚟嘅話，就會金融海嘯嚟咯，即係喺債市度出現。因為佢哋頭先咧有好多咧係可能放工咧斷續咁入嚟啊，所以提議大家睇翻個錄影記得嚇。好，下一條啦，又係 Anthony 曾啊。請問核戰是小規模有限度的核戰，或是大規模環球核戰？香港會否被摧毀？哇！呢個説話好難講嘅。兩場核戰一定會發生咧，就喺中東，以色列會發動核戰嘅。第二場核戰咧就喺英國同埋德國同俄羅斯嘅核戰。最少2場。好啦，下一條問題啦。哇！啲大家越寫越多嘅，突然間。
阿 Peter 問嘅，佢話這20年是離火運，打仗及資訊科技泛濫，好明顯。但我想問下20年是呢個咩坎水運，是大水，地球沿岸地區會不會水浸？因為要預備計劃移去安全地方，好想知移去邊度比較安全？最喺高地，唔可以係低地。係啊，高地啱啊，係啦，咁樣好又有一個叫 iPhone 請問以上啲語言資料來源是外星人提供嗎？係由時間旅行提供嘅。咩話？時間旅行嘅資料。時間旅行嘅資料。係啊。咩意思啊？喂，聽唔明。就係用時間旅行 derive 嘅 information。OK， 好啦 ，Nicora 去講 OK， 佢請問加拿大還有多少時間可以離開？謝謝。當美國退出咗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揾啲藉口咧去食咩格陵蘭，下一個到加拿大㗎啦。但係加拿大同格陵蘭會就咁即係就範咩？佢哋唔會反抗咩？格陵蘭冇得反啊嘛。well 好啦，嗱可以問啦，呢個就係請問加拿大有多少時間可以離開？咁不如順便答埋上頭先未開始之前嗰位朋友問就係，咁英國可以幾時離開？嗰兩條問題啊。OK， 你英國會遲啲嘅，加拿大會早啲嘅。OK， 加拿大咧就係咧likely 咧今年或者出年，特朗普突然間咧就話要 take over 咗格陵蘭。咁冇幾耐咧，就食埋加拿大啦。但加拿大都唔會就咁就範啫係嘛？加拿大有冇任何武器可以同佢打過啊？冇，加拿大得幾萬軍隊啫。幾萬啊？係啊。特朗普要預備咗25萬軍隊嚟對付加拿大嘅。咁點啊？加拿大即刻變咗美國嘅另外一部分咯喎。係啊。唔好啦，加拿大咁正。好啦，請問 Vincent， 我哋打工仔嘅 MPF 如何部署？拎唔到出嚟？咦，呢個問咗好多次㗎咯喎。因為阿法珍啱先入嚟。其實 MPF 如果有得攞就攞咗去啦，如果冇得攞嘅冇計㗎，攞唔到㗎。好啦 ，iPhone 我都話啦，我啲 MPF 我就預咗冇㗎啦，我就仲有2年我就可以攞翻晒㗎啦咁樣。但我都有少少擔心，就2年都等唔到啊！好啦，另外咧就話我係咪應該最快提取係嘛？大家咧打字嘅時候咧唔該打得準確啲啊！啲文法咧又睇唔到喎。佢話我係咪應該最快提取退休金買實金實銀嗎？我有啲驚幾年後攞唔到，又或者到時啲錢變廢紙。當然係啱嘅，越早攞係越好嘅。我諗呢個又係啱入嚟噶啦，其實已經講咗2個幾鐘頭，唔係講2個鐘頭，講咗6年啦，我哋都係講呢樣嘢。OK， 嗱，英國會點？頭先答咗啦，已經。好啦，阿 Crystal 問，佢話請問 VP 老師，香港打仗最差情況會怎樣咧？中國最差嘅情況咧就係以色列會攻擊香港。咁好啦，咁樣。好，有個叫 JJ Green， 佢就話：我有諗過搬去新疆，哪裏安全嗎？安全。廣西啦、雲南啦、貴州啦都安全嘅。好，大家寫低佢啦。廣州貴咩話？廣州貴咩啊？廣州啦，廣西、貴州、雲南。喂，揾人喺個群組度打低佢，有冇打咗佢？有冇大家又不斷重複問呢樣嘢 ？OK， 好啦，佢話又係 Mimi 啦。佢話假如這幾年香港相對安全，咁自住物業係咪可多遲多一陣嗎？唉，你哋啲 grammar 真係原先想送子女到海外，而家聽來好似香港係避風港。哇！呢個問題，物業咧只係得一路跌落去噶啦，冇得講噶啦。
咁你哋點樣處理咧？你哋決定啦。因為咧，物業因為唔會係好嘅，一路跌落。如果你要去外國，全世界都唔安全。係啊，咁香港比較安全啲㗎啦，算係咁樣。但係香港最大嘅威脅就係以色列可能會攻打我哋啊，係咪？咁好啦，放飛彈過嚟。係啦，跟住咧就 Clifina 就問啦，佢話如果以色列攻打香港，中國會為我們護警嗎？唔得啊！我覺得會嘅，因為香港仲係好重要，有好多原因。香港係非常重要，香港係一個幫人使錢嘅地方嚟嘅，所以中國如果可以嘅話，一定會護住香港嘅，因為佢需要我哋啊。所以呢啲唔出得街嘅都 cut 咗佢，一定唔該你。我會 cut 咗佢呢度。題外話，因為香港對於中國嚟講係好重要嘅，雖然中國唔認啊，所以你見好多即係較早前發生嘅事，點解中國唔做某啲動作咧？就係因為香港實在係好重要，但係佢又唔可以認呢樣嘢咯，咁樣。所以如果可以嘅話，我相信中國係會保護香港。好啦，佢話先，阿咪有個叫做如果自住物業還有房貸，應如何處理？真係要買多啲黃金板hedge fund 咯。係啊，其實仲可以點咧？嗱，呢啲你自己決定啊，其實幫唔到你答，因為去到物業嗰啲，你講一千幾百萬、幾百萬，我話呢個太大啊，嗰個金額 OK。你除非你話我而家買咗佢好唔好啊？我買咗去之後，跟住我套咗現，跟住我就交租，然後跟住咧將啲錢咧就買多啲黃金白銀咁樣。嗱，如果俾我可能會咁做嘅，可能。但係如果你愛嚟自住嘅話，OK，你諗住養老嘅話，根本搞多嘢。大家用你自己嘅智慧去 determine 啦。我哋呢個唔係一個財務嘅 advice 嚟嘅。係啊，因為個決定太大啦。除非你即係你知好多，譬如話而家我哋唔會買樓咯。簡單嚟講嚇，好啦，咁唔係，唉，你啲咩中文啊，大佬？咁咪唔升，咁咪唔應該生小朋友咯。小朋友啲，我哋唔係 advice，人命關天，你哋自己諗啦。呢啲係做唔可以，呢個係你自己 sharing OK 咋，冇人幫你決定到㗎嚇，傳宗接代嘅嘢。OK， 好啦，又係 Anthony 啦。請問以色列有洲際導彈可攻擊到亞洲嗎？當然有啦。因為未聽過以色列有洲際導彈喎。梗係唔會話俾你聽。有好多唔講㗎，好多國家係非法地隱藏呢啲事實㗎。好啦，阿 CY 又問啦，佢話廣州安全嗎？香港唔安全，深圳安全，廣州都唔安全啊！呢度咁近都唔會安全啦，香港、深圳廣州黐得咁近，或者珠海啊、佛山咁樣。好，仲有冇啊？冇啦，應該冇啦。嗱，如果我有漏咗嘅話咧，大家 copy and paste 打多次啦，好冇？好，香港邊間銀行會先倒閉？哇！呢啲點答？呢啲冇得講嘅，一倒閉全部一齊死。其實嚟美國咧已經有好多間大銀行已經倒閉㗎啦，同埋個倒閉係即刻倒閉㗎，一倒閉咧幾間一齊，即係佢連鎖反應好快㗎，所以大家啲錢唔好擺晒喺銀行咯，因為你始終你需要有啲時間有啲錢嚟買食物啊，買下啲日用品嘅，所以又唔可以唔可以啲錢擺晒喺銀行咯，簡單講，咁樣。好，應該答得七七八八啦，咁樣。如果大家咧喺個手機度咧係擺咗問題嘅，唔該你 copy and paste 翻過嚟呢邊chat room 嗰度啊，因為咁樣好麻煩啊，兩邊睇。又或者如果上邊咧我有漏咗啲咩嘅話，漏咗你哋個問題嘅話咧，唔該你 copy and paste 打多次，因為你打得好密啊。OK， 好啦，阿 CY 又問四川成都可以嗎？梗唔得啦，逢親大城市都唔得啦。其實去鄉下好啲啊，應該係咪啊？因為鄉下冇乜價值，咁起碼佢放個炸彈去你嘅鄉下度冇乜意思嘅啫，係咪？柬埔寨唔得，因為咧你會俾人去 QQ 完乜嘢完嘅啦。柬埔寨我有親戚喎，但我都唔會去。
如果你去過柬埔寨嘅話，你會明白啊。佢總之唔識講啊。好，下一個啦。哇！大家突然間咁快嘅，OK， 好。Vincent 老師，東南亞地區，真係竟然佢就問呢樣嘢。喂，係話東南亞地區如柬埔寨經濟政治如何？移民去哪裡好嗎？你如果佢想俾人捉去 QQ 乜咧，就去嗰度啦。其實點解你會揀柬埔寨咧？我有親戚我都唔會去柬埔寨，我阿爸就喺嗰邊噶啦。你去嗰度你住下先啦。我話俾你聽，唔識講啊，唔識講，你去一次先啦。除非你有親戚，你又有錢啦。但係你有錢嘅話又好危險啊嚇，因為你嗰啲地方真係人哋殺咗你就殺你噶啦，唔使同你講道理嘅。OK， 好啦Vincent 話將來中國會有好大影響，會否分裂？中國會否分裂？唔係呢啲咁簡單，唔講。好啦 ，Ivy 問佢話這是一個深具哲思嘅問題。假設以累積相當數量嘅黃金白銀並擁有足以支付2年生活的現金流，請問是否應考慮放棄目前勞碌的工作，轉而專注於生命中更具意義的面向，例如修復人際關係？喂，呢個唔係本課程嘅，唔係我哋今次講座嘅。我覺得如果你可以做到呢樣啊，係唔差嘅選擇嚟㗎。陪伴家人或者投入公益服務，以協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咁有趣嘅，呢個你決定啦嚇，呢個唔係我哋今次講座嘅重點嚟嘅。OK， 好啦，有一位 Yan 問佢話：咁銀行爆啲人欠銀行錢會點？會還？要唔要還 ？OK， 我講得唔清楚，佢話咁。因為你哋啲中文實在太一流啦，睇都睇唔明你講乜。佢應該係話，如果咁講銀行會爆嘅話，咁啲人欠銀行錢會點？係咪仲係要還 ？OK， 好啦，譬如你咧就喺某銀行有借咗100萬，亦都放咗100萬現金去呢間銀行度。OK， 根據巴石 Free 塞浦路斯拯救方案咧，就喺2021年咧就會咁樣發生嘅。Basel III 嘅方案拯救方案，我哋叫塞浦路斯方案。你嗰100萬咧爭銀行，繼續係爭銀行，會有個 receiver 咧嚟追你嗰100萬。你有100萬喺銀行咧，就會變咗100萬，嗰100萬咧就變成銀行嘅股本。你變咗嚟講咧，變成咧一間就嚟執笠銀行嘅大股東。好，其實答過 N 次噶啦，又再答第 N+1 次。OK， 好。阿 Crystal 問：香港新界安全嗎？香港太細啦。其實如果真係射過嚟嘅話，就成個香港冇咗噶啦，就唔會話香港、九龍、新界邊度比較安全啲嘅。你咪答完噶啦，已經。答完咯，數答嘅點㗎？香港咁細。你答幾粒字咁咪答完。佢 Hi teacher， 點解你哋咁中意寫英文嘅 ？Hi teacher, as you had mentio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market is going to collapse, how about big companies like Tesla, Amazon？呢個唔知咩公司 ，and Microsoft。Nvidia。好啦，8大公司裏頭，好多公司裏頭咧已經偷空晒㗎啦。話俾你聽，譬如 Microsoft 好似 Tesla 咁樣咧，會有爆煲嘅。佢個 Starlink 會賣俾Department of Defence， 佢一個拍拆晒出嚟。成日彈咗出去，又再入過嚟，彈嚟彈去。咁樣啊 ，sorry 啊，唔記得瞄咗我自己添，我喺度鬧緊人。佢不斷彈出彈入咁樣。好，又一個同類問題啦。請問逃去馬來西亞生活可以嗎？馬來西亞係回教國家。會咩啊？回教伊斯蘭教國家。係啊，咁點啊？會唔會好啲啊？咁以色列咧係同全世界伊斯蘭國家開戰。OK， 即係唔係太好啦，係咪？
好啦，如果香港被攻打，如何把買的實金實銀逃走？冇人會攻打香港。而你話以色列會有機會打香港啊嘛？佢會用導彈攻擊香港。咁啊一齊死啦！你仲帶呢去邊啫？帶唔到任何地方，除非你揾到嗰個時間線 ，OK， 好準確地將佢移走啦。你明白一樣嘢咧？其實貴金屬投資咧，你答起，我以為我只係嘉賓添，你答啊！你答啦，你答得一樣好嘅。咁你係客席，你係導師啊嘛，人哋問你啊，你答。我尊重你啊嘛。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咧，貴金屬咧嗰個唔好地方係咩咧？就係你好難移走啊！所以如果大家你想你去做下 research 咧，銀咧最麻煩係咩咧？就係你到底收喺邊度？所以點解會有人收喺呢個將啲財寶收喺呢個張寶仔洞啦，收喺個樹底啦，喺個後花園度掘個窿啦？以前嗰啲銀號咧係直頭點咧？喺個地牢度將啲銀溶鬼晒，然後將嗰溶咗個銀就做咗個地牢啊！蘇德你打劫我啊？你點打劫啊？打劫唔到咯。死賊啊！係啦，咁所以點解咧？阿 Vincent 講就係，當呢個金銀比去到1:10嘅時候咧，大家快啲將佢變翻個金啦。因為變翻個金嘅話咧，譬如你假設嗰時日本仲喺度啊嚇，你可以過日本，但係佢只不過去 tax 你啫。但係個 tax 你就即係你賺少咗，但係你都可以拎過去啊嘛，係咪先咁樣？因為你拎住銀咧就比較難搞啲嘅咁樣。但係依然唔好買紙銀啊！大家記得啊！千祈唔好買紙銀啊！你答下啦，你咁高興。好啦 ，Anthony， 喂，問嚟問去都幾個人 ，Anthony 曾，其實我哋呢度咧係冇119人，得19人嘅啫。佢話請，娛樂下自己啦。佢話請問中國會在10年內統一台灣嗎？一定會。會啦，一定會啦。好啦，阿 Alex 問啦，佢話如果銀行倒閉，保險商會失效嗎？當然。咁你唔會個啫，我可能有啲時間俾你去攞翻銀行個保險商啲嘢㗎係嘛？有嘅。係啦，唔使太擔心啦，大家。香港何時重光？咩重光？咩叫重光？香港何時重光喎？咩意思啊？冇重光啊！咩 Vivian Do 啊？佢話咩叫重光啊？即係話咧，以色列會佔領香港，係唔會佔領用飛彈攻擊香港嘅。一係冧晒死晒啦！我哋如果唔係嘅話，就繼續啦，係咪 ？Hopefully 就係佢射唔中，或者中國會幫手啦，係咪？如果唔係就一齊死晒啦，係咪？咁樣啊？重光 OK， 呢個問題可能太 future 得太緊要 OK。佢話 VP 啊，請問是因為以色列攻打香港才發生香港888日嗎？謝。咩叫香港888日啊？頭先講呢樣嘢。888日係講個888同香港係冇關嘅。咁伊朗因為咧中國咧就幫伊朗同埋阿拉伯國家咧去對付以色列，咁咧又揾晒北斗導航啊，又精準打擊啊，又導彈啊，又會超音速導彈啊，同埋會變軌道嘅導彈，將以色列嘅防空系統咧就打到爛晒。咁為咗咧以色列生存咧，會 blackmail 中國咧，叫佢唔準幫阿拉伯國家，所以咧就變成咧呢個中伊大戰。中國咁大，使聽你以色列講嘢唔使係嘛？雖然佢多。到時以色列唔係一個細國家嚟㗎。你細，你就算唔細都唔會夠中國大係嘛？到時你就知啦。到時以色列好大個㗎。好啦，又有人線咗出去。係好啦，阿 Yan 問佢話咁，到時例如亞洲物流會有影響嗎？如果有，幾時開始顯現？例如日本貨品運來香港等有問題嗎？全世界嘅物流都亂晒龍。係啦，冇錯。好，阿 Ivan 又問啦，佢話如果要攞 MPF，又不是移民，如何從正常途徑攞到？
一般嚟講係攞唔到，要自己諗特別方法嗎？特別方法攞，因為我先到65。你要問啲 specialist 啦，我答唔到你啊。有啲人係專係搞呢啲嘅，差唔多6點律師係專係搞呢啲。翻返嚟啦。喂，大家刪自己嘅瞄咗自己聲啊！邊個6點翻嚟啊？快啲瞄咗自己。好，我揾你哋㗎，比較難揾啲。OK，好啦。嗱，呢個問題咧可以問翻你個保險經紀嘅。咁如果你係某個時期之前買嘅 MPF 咧係攞到嘅，某個時候之後買咧就冇咁容易攞到㗎啦。咁所以大家要問有啲咩詭計可以攞到啊 ？OK， 我唔答啦。呢個阿 Anthony 又係問翻相同問題啊？咩以色列是否用核彈攻擊香港？呢個唔問啊。哦，阿 Clifina 咩啊？戰後重光啊！唉，咁樣叫重光啊？唔講啦，唔講。好啦，又係 Anthony， 我都話啦，其實我哋冇119人嘅，得19人嘅啫。請問中國銀行是否比較穩健？邊間銀行都一樣㗎啦。都話如果要冧咧，要冧，所有銀行都會冧嘅，因為就中國銀行咧都有大量嘅地方債務，佢哋都都係呢次爆賣嘅。係啊，佢冧一齊冧㗎，通常係唔係？我諗嘅意思係咧，因為中國銀行係中資㗎嘛，咁如果係中資嘅話，會唔會點都穩陣過匯豐啊、渣打啊、恒生嗰啲咧？會嘅，但係咧都係冇用嘅。因為中國要點都會撐落去嘅，特別係香港呢個地方啊。頭先我講啦，點解？好啦，阿 W 33問，現在是否開始提取在銀行的存款，把現金放家裏比較安全？現金根本就唔安全。唔係咁，你始終你要買食物㗎嘛，老細啊！會，你唔能夠而家換晒金銀之後，跟住你攞啲金銀去再買，而家未到呢個時間啊嘛，始終都未。係啊，唔係話比較安全，而係你要有啲應該點講咧？我睇過一出日本片好正，佢講咧就係講嗰個電腦系統咧壞晒，然後跟住咧大家咧要用 cash 去銀行去嗰啲 supermarket 買嘢，然後跟住去到個地步咧，大家直頭買唔到嘢，然後講一個日本嘅家庭咧，佢點樣流浪，然後去哇好好睇喎真係，所以大家需要屋企有食物，同埋你屋企需要有現金咯，因為你有個短時間一有咩事，等於以前香港爭廁紙咁樣。咁你都要有現金啊！因為佢萬一個電腦系統真係好似阿 Vincent 話齋，佢萬一真係剪斷咗佢嘅話，佢冇晒呢個internet 啊，銀行嘅系統佢唔可以 access 到嘅話，咁你就要用現金買嘢噶啦，因為 credit card 都買唔到啊，到時。咁明唔明咧？大家嗱，但係呢個咧係已經係 worst come to worst，去到一個非常差嘅境況啊！大家唔好太過緊張啊！有冇嘢補充？好，非常好。我都話唔同你講呢啲 seminar 噶啦，點解仲要講呢啲 seminar 咧？我識咗你咁耐，我都話最鬼憎講呢啲 topic 啊！就係同你結緣真係把鬼火，仲係喺度講緊呢啲咁樣嘅嘢。幾時我哋呢個緣？幾時呢個緣分先會完咧？Vincent，好快㗎啦！真係啊！我有另外一套完全唔同睇法嘅，不過咧，阿 Vincent 講，我非常尊重佢嘅睇法。OK。好啦，差唔多啦，已經係5點58分啦，答埋嗱，唔好再加問題啦，答埋呢度算啦嚇。W33佢話：現在是否開始提取咗？講咗好啦。Nicora 問：請問加拿大被美國入侵會持續很長時間嗎？會大約打多長時間？謝謝。加拿大會入侵美國嘅，就加拿大咧會用遊擊戰對付美國嘅，會係打唔完嘅。即係唔係話一個禮拜打完，跟住加拿大變成咗美國一部分咁樣？唔係，係遊擊戰。即係加拿大人都會死撐嘅係咪？係。你俾我都會啦，把鬼火。好啦，一個叫 Orlin 啊 ，Orlin 就話唔好意思，我知道唔可以買紙巾同紙銀，但真係唔識點樣解釋俾屋企人知，可以稍作簡單解釋嗎？呢個唔準答，唔可以答。唔答咯。有冇搞錯啊？喂，阿 Orlin，阿 Amanda 呢個咪新嘅同學嚟㗎？算啦，當你係全新同學啦。你答啊，我冇氣答啊。因為咧紙金紙銀咧全部都係咧由咧呢個
即係個期貨交易所做出嚟嘅。咁臨到尾咧，有乜事咧，我可以唔認帳或者 cancel 你張 contract 㗎。你贏咗，我都可以輸翻晒出嚟嘅。咁又或者咁睇啦，阿 Olin 同學，OK，如果有日真係打仗啦，阿 Vincent 講嘅嘢中咗80%啦，我當好冇，然後跟住咧就大家果然啲銀紙變咗呢個陰絲紙啦，然後跟住大家要攞金銀嚟買嘢啦，咁我哋嘅呢個貴金屬群組嘅同學咧就大家都可以保到命，咁然後跟住咧阿 Olin 嘅同學仔咧就咧屋企人咧就冇飯開啦，咁跟住咧你阿爸阿媽問你，咦，點解你冇飯開嘅？跟住你話阿爸阿媽係你哋話唔信噶嘛，所以我哋冇買咯，所以我買嘅全部都係紙金紙銀啊，我哋而家一齊餓死啦咁樣啊，係咪會咁咧？唔會噶嘛，咁你阿爸阿媽反對，咁你一樣可以買金買金，你收埋喺呢個保險箱嘅成咯，係咪啊？點解會咁問啊個問題？嗱，我當你係新同學啊，答你啊，因為一般如果喺群組咧，仲有人問呢啲問題咧，我絕對係會鬧嘅。OK， 好，阿 CY 又問啦。以前不是說以色列及美國會亡國嗎？會，兩個都亡國。係啦，咁樣，但係你係咪講清楚少少啊？嗱，你講佢嗱，我估佢咁講。OK，以色列會俾中國毀滅嘅，而美國咧會分裂，會成好多個國家。OK， 所以我諗阿 CY 同學係咁樣就係。佢會滅國，但係咧，大家唔好諗住係有一個日子，就好似聖誕節嚟啦，就聖誕節，唔係，佢唔係咁嘅，件事係可能 last 好多年，然後佢係一步一步咁樣咯，所以係 yes and no 嘅，以前不是説啊咁樣 ，OK 好，咁私人銀行穩當嗎？仲衰。嗱，Olin，我原諒你啊，因為佢講咗啦，佢話我是新同學咁樣，多謝你們的資料好啦，所以我都估到你係新同學噶啦。咁嗱，阿新同學咧最好咧就睇翻晒我哋過去嘅嗰啲錄影啦，因為我哋3部曲啦，同埋再之前嗰啲就你個底打得好啲會OK 啲嘅 OK。好啦 ，Kitty 佢話請問如果以色列轟炸香港，香港會被完全破壞嗎？唔搞我呢個嘢，唔知。唔知㗎，因為中國都有反導彈㗎嘛，同埋其實咧，你以色列去同佢隔離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以色列佢哋嗰邊打仗係點打嘅咧？佢哋其實係好點講咧？因為我哋有個相聚嘉賓咧，阿黃錦寧咧係住喺以色列㗎。其實佢哋係得意嘅，佢哋隔離咧射個個炸彈過嚟啦，或者炮彈過嚟咧，其實佢哋係會有通知㗎。然後跟住佢哋會即刻落去佢屋企咧一個即係避難嘅地方，咁佢會有10幾分鐘嘅時間咧俾你去走難㗎，所以佢嘅死傷人數係好少嘅。但係去到而家咧，真係禮真就唔同啦。同埋如果以色列去炸香港，佢真係射個飛彈過嚟，其實真正件事情去到 detail 係點咧？咁中國係咪有反導彈？如果有嘅話，係應該夠時間，因為你以色列過嚟香港都唔係一個短嘅地方嘛，咁樣。所以唔好太呢個問題好難答，你係咪會完全破壞咁樣？好難答。好啦，答唔到啦，因為呢個係屬於作戰嗰邊噶啦。但係大家嗱，我都收到一啲消息嘅，除咗 Vincent 呢邊咧，就有啲商業嘉賓同我講，就叫我幾時咧就行開下啦，講1-2年咧唔好喺香港啦咁樣。我都有聽過嘅咁樣。喂嗱，真係唔答啦嚇 Nicola 最後一條啦嚇，佢話請問大約何時所有民航飛機會停飛？嗱，當石油咧所有石油咧停產啦，中東打到亂晒冇晒石油嗰時咧，大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全部 ground 晒啲 fleet 㗎啦。咁咧就揾啲機票咧要幾十萬一張機票，同埋啲飛機咧就大型航空公司執實笠，用啲好細嘅航空公司，例如啲20-30人嘅航空公司，好似搭巴士咁樣，要俾幾廿萬去上飛機，跟住咧每笪地方停一停，就放幾個入去，又放幾個上嚟，咁嚟做旅行飛行咯。喂，咁會有啲新嘅能源出現咧，replace 咗呢個石油，跟住咧啲飛機變成一啲用第二種能源去飛咁樣啊？未出現，未出得快。有機會嘅係咪？未咁快會出現咯，係都要打完呢場仗先會出現。好啦，嗱，最後忠告啊嚇！最後忠告就由呢個我哋就係我啦，就係大家咧食得就食玩得玩啦。如果想去旅行嘅話，趁而家去多啲旅行啦。想中意食 buffet 嘅話，我啱先同阿月玲講就係，月玲我哋唔好講咁多啦，食多啲 buffet啦，有得食就食啦。
OK， 以後嘅日子冇人知啊。OK， 同埋大家可以咧做，如果你擔心你啲金銀咧會點嘅話，最好就唔好淨係擔心自己啦，就係做多啲善事啦，為下其他人啦，為自己種多啲好嘅呢個因果啊業果咁樣。OK， 咁 so 咧 hopefully 大家可以食到最後嗰條水咯。因為嗱呢個群組好多人開始咗㗎啦，就係已經買金買銀㗎啦。特別我哋講金講緊個群組嚇，好多人已經不斷喺度儲金儲銀㗎啦。咁但係你食唔食到，會唔會間屋俾人嚇爆即係咩？俾人爆竊啊？會唔會俾屋企人偷咗啊？就唔知㗎嘛，或者俾阿小兵小寶咬爛咗我啲銀，佢真係會咬爛我啲金銀㗎，兩個衰仔，將我啲銀咬咗一個口咁樣，一嚿銀變黑色有個窿咁樣，真係俾激死嘅。好啦，我哋時間又到啦，估唔到我仲諗到搞錯，你15分鐘就已經去 Q&A， 但我哋竟然 Q&A 咗50分鐘差唔多，50分鐘有冇搞錯？好啦，我哋而家咧就講10分鐘，意思完就完啦，唔准問嘅。